想见你，快点唱啊！想见你唱啊！想见你跟我唱啊！难得来，这样大家对你印象不够。刚刚那个项目就要做了啦。还要比你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时间还有45秒，来稳住稳住。预备。A 贵，对不对？他厉害，他可以，他要吹气很大哦。哇靠！哦，黑山了。哇！被他锁定的目标很可惜。快再起来！快起来！快点！你要冲！好可怕！乱走！好可怕！有鬼！七星走！有到51秒过关。因为我没有一个朋友真的是符合所谓的拍着出后顺，拍着出后顺。在我身上，他们看到了很多不可能，因为其实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说，可能我要找到一个稳定的对象，或者是甚至有家庭的另外一半，应该没那么容易，毕竟不见嘛，然后一直想。但其实现在我会觉得说，我人生最好的时候是我开始接受一个人，我觉得一个人都没差。所以我在遇到我现在的老公的时候，是我那时候是抱着随便不然就吃个饭见个面，因为我并不会觉得说他会是你的另外一半。但反正以前只要有任何可能有机会认识或吃饭的时候，你都把自己打扮的觉得哇塞淋漓尽致，但每次去最后下场就是不会再见。对，然后当你完全平常心的时候，居然他就觉得对你感觉不错，所以我觉得凡事你不要操之过急，自然而然老天爷会安排很多事情，你想都想不到。很多的惊喜。因为我就是很特别的胎教啊，小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叫王宇杰嘛，叫天天莫扎特，妈妈我什么天天莫扎特，然后我就想我要干大事，我要干大的，然后我走干子出来，我走干子出来，他就是在喝奶，反而喜欢。真的因为他在喝奶的时候，其他小朋友有的都会听那种就是一些胎教音乐什么的，然后他就发现我女儿都没有反应，后来他们就放了那个91的歌，他说我女儿，我就开心最重要。这里都是新鲜货哇，你的女神哦，出现了，眼睛好大，这是他吗？是他很喜欢哦，真的皮肤超白的，真的很白。看我会推心一点。它可以帮我们，它可以放起来吗？它可以帮他来把这个弄掉。对，它皮肤真的好到爆。他皮肤超好，妈妈一样。对，他真的，他皮肤有吓到我。以前从我以前看到他就知道他有一个福相。哦，可爱哦。这眼睛是不是像爸爸？对啊，就有点像他，就有点。他真的很会挑。你听不听公益讲他去玩？因为你叫小花木兰。不是，他真的很会挑，因为要是我也挑皮肤像甜甜，然后眼睛像爸爸。然后嘴巴下巴也像我啊，只是现在是鼻子。好可爱哦。可以请他帮我们抱起来拍照。你跟他讲啊，我们可以拍照。可以，我们等下就可以。他抱，我们跟他一起合拍。他抱他们，然后我们就一起拍照这样子。哦，你被考完了，被考完。演配，人家是演技派耶，来演配。我跟你讲，让小朋友拢无目屎，搞就伊拢做大蕊耶。感情很丰富。对。好可爱哦，是等的呢。对，那个。这是米苔木。米苔木。
老王有带你的。哇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还自己选定了。哦，也笑啦，快来记得笑啊来。来弄因为奖学金的。对，我说，阿妹在看你耶。老王叔叔有给你一个奖学金，让你以后要好好读书哦。